布，咦，滴滴，阿布，哎，阿布，嘿嘿，侬拿来看啥？阿姨手，阿布哥哥，哎，阿不侬当子对康康好。你阿娘？哦，你阿娘吧？看呐，30天都不开空调，饭店是办法巨噻。飞机佬呢？弟弟啊，飞机佬，受人为乐，是一种送态。不开空调，热死烂娘，你自家也下得去哇？没办法，搿个孙子实在欢喜。老母地铁站边浪，搿个蓝背带真的蛮会得寻地方的。我要定做一个手镯。要做什么款式？这个。现在么我不到，等待升职结婚辰光嘛，把你省辛苦做见面的。小大姐，你算盘打得挺精的嘛。一举两得啊，总归比上银行个数。哎，你这么捣鼓，能捣鼓出这个样子吗？啊！不要急，还没到时间呢，做不出来不要紧。我是冲着哪个人来的？你这么讲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给我刻5个字：爱慕卡卡后。普通话就是奶奶擦擦汗。有什么寓意吗？流量密码。